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一好配一歹，无两好相排。世间有真侪代志是好事甲歹事相接来，无可能永远是好的，也是歹的。咱就爱学会晓去接受甲面对。可比讲，今仔日天气真好，按算要来去游乐园佚佗。规路赛车顺，无塞车，有影好运。谁知影去到位，才发现讲，一直真少想要耍的飞天车伫维修，有够厌气。来就来啊，总是袂当因为飞天车无通耍，就拍歹心情。较乐观咧，园里阁有其他的设施通耍啊。这句俗语主要是用来勉励人，生活中踏踏实地的代志遐尼多，无可能事事项项拢合咱的意。拄着歹事，免伤过悲观，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生活才袂互负面的情绪牵咧行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